If we were in the 90s, I'd be a rock star. Don't need no sports car to live the fast life. Cause I'm cooler than Paris and Nicki. Friends with Tupac and Biggie. Riding around in the city. In my dreams, I'm rocking out with Nirvana and getting drunk with Madonna. The Stones and Mary J. Wanna. I'm such a legend in my dreams, oh na na na. I'm such a legend in my dreams, oh na na na. Fuck devices, gas high prices, I just can't afford. What happened to live, laugh, love and peace will change the world. 喂 ，Play 乜玩咩好？邊度好玩？我哋去玩。今集去咗一個相信大家都估唔到我哋會去嘅中國內地快閃旅行。呢個地方充斥住歷史、自然風景同埋發展，暫時稱唔上香港人首選嘅內地旅行目的地。如果大家好奇或者對呢個地方有啲興趣，可以留意呢條片。出發啦！今次我哋會去河北省邢台快閃，不過香港就冇直航機，只可以北上深圳寶安機場搭飛機。出發之前經中旅巴士買跨境車票。香港中旅汽車公司提供香港往返廣東省各地嘅跨境巴士服務，以最密、最多、最早、最夜見稱，提供全面服務。買巴士飛好方便，除咗門市同埋站點之外，仲有線上微信小程式買飛。中旅巴士頁面清晰易用，揀翻跨境巴士出發點同埋往返點，就會見到好多香港、廣東省唔同嘅上落站點，例如旺角、尖沙咀、荃灣、灣仔、機場等等。而廣東省就有廣州、佛山、東莞、中山、江門等等。深圳近街有班次，直達多個地方，好多條路線都覆蓋，絕對方便。小程式買飛容易，買飛之前記得要拎着數啦。首先喺微信小程式 search 中旅巴士，揀翻跨境巴士出發點同埋往返點同埋時間，只係需要買往返車票，即刻減60蚊。揀好由灣仔來回深圳灣寶安機場嘅班次，之後就會出現減60蚊嘅價錢。原價280蚊，減完優惠之後只需要220蚊。班次好密，半個鐘一班。小程式最貼心嘅係揀完上落車地點之後，可以撳翻查看位置，就會知道正確位置，簡單易用。嚟到灣仔站 B1 出口旁邊嘅修頓中心，就會見到中旅巴士門店，裏面貼咗唔同目的地嘅去程、回程時間表，而且可以睇到內地落車點。除咗普通車票之外，仲會有套票揀，認住紫色嘅巴士站牌就可以啦。記得要提早5至10分鐘等車。上車之前出示翻小程式買嘅車票二維碼俾職員 scan 就可以上車啦。中旅巴士車身內外座位都乾淨，冷氣足夠，60分鐘左右就會嚟到深圳灣口岸。全程司機揸得平穩，安全舒服又準時。最重要唔需要由頭企到尾，同埋轉乘其他交通工具，絕對方便、快捷又舒適。如果係去深圳灣以外嘅地方，落車之前司機會提醒過關之後可以去邊一個車位再上去。上落車位都好易揾到，而因為去機場嘅人比較少，所以之後轉咗私家車接送，由深圳灣口岸去到寶安機場只係需要25分鐘，超快。特別提醒，寶安機場嘅安檢係絕對嚴格，無論係平板電腦、電話、尿袋同埋雨遮都係要拎出嚟，而尿袋如果冇3C 標示，係絕對唔可以上機。呢次係聯營航班，由深圳出發去到河北邯鄲機場，全程2個鐘頭35分鐘。嚟到邯鄲機場，完全唔使等就可以拎行李，即刻 call 車過去我哋快閃嘅目的地邢台，大概1個鐘就嚟到酒店。今次 book 咗邢台雙都萬達美華酒店，酒店最平嘅房，2個人人均只係需要160蚊起。附近仲有名勝古蹟清風樓、邢台古城、好南關、大開元寺等等嘅景點。豪華雙床房有38平方米，每張床1.35米，都幾闊落。床頭叉電有 USB 插頭，基本上洗手用品齊全。洗手間熱水充足穩定，每人86蚊左右，住到咁正常嘅酒店都唔錯啊！出發去遊覽啦！河北被稱為燕趙之地，係華北旅遊勝地，有好多名勝古蹟可以了解歷史、自然風景，同時見證發展。
由酒店 call 車去到上都區舊城中心嘅好南關，分為府前南街同埋北大街，成條街區都係明代風格建築，呈現住濃厚嘅歷史氣息。府前南街全長約310米，仿佛穿越到幾百年前嘅明朝。兩邊嘅建築風格古樸優雅，有種身臨古代嘅感覺。有好多特色小店賣手工藝品同埋當地特產，被認定為省級旅遊休閒街區，可以沉浸式感受瀛台悠久嘅歷史文化。嚟到夜晚會着燈，感覺完全唔同。行馬路過對面就係清風樓，現存嘅瀛台清風樓係明憲宗成化4年由順德府知府黎光亨不惜巨資重新修建，此以清風命名，具有經典明代建築風格，為縱禪歇山式結構，下面磚石築台，上面飛檐斗拱，係昔日古城最高點，被國務院列為第8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再去到車程10分鐘嘅大開元寺，建於唐開元年間，喺唐元時期都係皇家寺院，中國古代北方佛教中心之一，又係中國保存較為完整嘅唐代名剎之一。而寺內保存大量古代碑刻、造像、經藏同埋經文。夜晚嚟到擴大1940街區，喺呢個街區可以欣賞沉浸式演出，而中央係1940美食廣場，年代感十足，感覺穿越時空，有多種特色傳統美食、軍民文創旅拍店，有興趣可以換埋軍旅服裝、旗袍、漢服等等多種主題服飾。而美食廣場西側係充滿年代感嘅農具陳列。咁啱嗰日遇着麵食爭霸賽，有嚟自唔同地方嘅麵種，又可以試食。Day 2朝頭早喺酒店食完早餐，就即刻出發去至今600幾年歷史、有江北第一古寨美稱嘅鷹潭村，同時又係叫鷹潭古寨，位於太行山深處。村嘅四周被山嶺包圍，多重因素影響，形成太行山區獨特嘅石頭建築聚落，被稱為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同埋中國景觀村落之稱。附近仲有一個瀛台大峽谷，屬於國家4A 級風景區，獨特石英砂岩地貌同埋密集紅色峽谷群而聞名，被譽為世界奇峽。800里太行一大奇觀，由唔同峽谷組成。入場之後可以搭觀光車遊玩，又可以坐纜車遊玩長嘴峽至到黃巢峽路線。夜晚去到附近一間餐廳食晚餐，主打薊菜，又叫河北菜，口味鹹鮮，以醬香、濃香、清香3個香型為主。總括嚟講，河北瀛台暫時未算係好熱門嘅旅遊地點，正因為發展緊，所以而家過嚟旅遊嘅人唔多，但係交通唔算發達，要有心理準備，去唔同景點都係需要 call 車。另外，河北仲有比較熱門嘅旅遊地點都值得去，例如承德避暑山莊、長城山海關、清東陵同埋清西陵等等。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住 like、訂閱、share 同埋留言俾我哋下條片見。拜拜。